过来消息哦，来看洪台扫过高雄有部分路段路基空气、路绑气哦。伫林武的北德西路，阁有北德一路的路口，今仔透早路就绑气，工程单位是赶紧去了解状况，去补路。另外，毛民众质疑讲，市政府公告饮水户的补偿申请的条件并无公平。 路边落也个流啊，被开开比洪台过境高雄部分路边路基空气也是放落。市府7月30透早，搁再接到通知，林武北德西路甲北德一路交叉路口路面落范围大约3公尺宽、5公尺长。今日来看遐济，然后让他搞公益就卸下去。 工作人员正路确认范围，市府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勘，就惊路边落危害行车安全。而工程新派人正路面，要厘清落的面积甲原因。 水利局还有我们公务局的道路养护工程处，那现场再做一个最后确认。那待会的话，现场会做一个立即的这个开挖，那确认底下的这个坑洞的状况之后，那会马上做一个回填灌浆，那个加固道路的基础的。 除了林武左营翠华路啊、胜利路的交叉路口，快车道上下嘛，因为顶板严重落落，甲其中2车道封起来，开比风台破坏车路嘛，造成高雄侪所在淹水。市府宣布补偿淹水户位租金，不过有民众发现公告的内容点头无列，申请对象质疑无公平。都一样是住户啊，对啊，不会因为说我们就开店，就为什么不能补助这样子？ 点头家认为淹水共款对因造成伤害，呼吁市府嘛爱补助。高雄市府解说讲，因为相关补助办法规定，补助资格就要按照基础事实来认定，所以才会排除点头，无法度统一发放。记者高雄报道。